次次搭的士最驚就係冇帶現金，出現俾唔到錢嘅尷尬情況。政府就推出咗一項新規例，就係全部的士司機都必須提供至少2種電子支付方式，違例者可被判監或罰款。呢項新條例星期3正式實施，我哋記者亦都率先試搭。揸咗的士30幾年嘅司機賴先生就話，早喺舊年就緊貼潮流，新增咗多款電子支付方式，坦言的確方便咗好多。嗰啲大陸來客咧，佢通常用嗰個微信支付嘅，但係當初冇咧，就去到目的地咧，結果就要佢同另外啲乘客換，另外啲路人啊換咗錢，咁先俾我哋咯。就比較麻煩啲。記者就留意到的士車窗上冇跟隨運輸署要求黐上收款方式嘅貼紙，賴先生就話因為遇上咗呢道難題啊。你早夜間嘅用嗰啲支付未必同埋一樣噶嘛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譬如好似阿仔，我有八達通收費啫，你連咗喺度，咁我收工我唔會搣噶嘛，搣嚟搣去咩？係咪先？咁到個夜間原來佢冇八達通嘅，咁啊比較麻煩咯。至於另一個司機沙先生，暫時淨係收八達通同現金。佢坦言，幾乎全部乘客都係用現金俾錢，認為規例對年長司機嚟講有啲麻煩，但都會遵守。因為有啲我哋有啲年紀大嘅都係未人識點樣用啊嘛，冇法子噶啦。如果佢話強要咁咪都要識噶啦，你都要。